港大經調查確認，社工系有博士生嘅論文部分引文屬於人工智能生成而未申明。有關論文嘅通訊作者葉兆輝已經卸任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一職。論文事件上個月初被人發現，涉及一篇刊登喺《當代中國人口與發展期刊》，有關本港過去40年生育率下跌嘅論文。港大話，經調查確認事件，已經採取紀律處分同相關措施，包括呢一篇論文嘅通訊作者葉兆輝已經卸任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，以及研究事務相關嘅職務。佢亦都向相關期刊申請撤稿。涉事嘅博士生亦都需要按大學嘅既定紀律程序處理。港大話將會加強培訓所有研究人員，包括人工智能嘅應用規範，重新對研究水平同操守秉持最高標準。